多謝你聽完一個又一個故事，而家不如等我哋試下幾個簡單嘅靜觀伸展練習。你可以坐喺張椅上，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腳踏實地，手放大腿上，吸一口氣，將肩膀輕輕升高，呼氣，放鬆落嚟。我哋一齊再嚟多次，吸氣，升起肩膀，呼氣，沉落嚟。如果你覺察自己分咗心，唔緊要，唔使批判自己，留意返自己嘅呼吸，慢慢返嚟當下就可以啦。下一個動作，將你嘅雙手慢慢舉高，舉到頭頂，感受你手臂慢慢被拉長。吸氣時，雙手向上伸延；呼氣，慢慢放低返到身體兩側。而家將頭輕輕向左傾，拉伸右邊條頸。我哋一齊停留3個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將頭擺返正。再向右傾，拉伸左邊，一樣3個呼吸。最後，將你雙手輕輕放喺心口，唔使講嘢，唔使刻意做任何表情。只係靜靜咁感受你嘅呼吸同埋心跳，感受此時此刻。靜觀係一種方式，讓我哋重新望清楚我哋嘅關係，好好相處。